段消息来看，郭台铭、王金平甲郭文哲，这个礼拜日可能会伫个桃园三结义，敢会将做第三组的总统参选人呢？郭文哲今仔日伫个广播节目讲，郭台铭甲王金平拢有意思要来选总统，嘛拢来找伊做副手，甚至讲要互伊做副总统兼行政院长，但是拢互伊拒绝。郭文哲甚至是自称小弟。 讲郭台铭若愿意出来选，那呢小弟就拜托咯。讲郭台铭若选，伊就唔免选咯。安尼甲看起来，郭文哲是无啥想要选总统。声声句句讲真无想要选2020总统的台北市长郭文哲，最近一直要杀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出来。我也不天哪，怎么是两党的候选出来？我想说，哇，这国家这样怎么办呢？之后看到郭台铭业绩出来说，哇，太好了，小弟拜托你好了，你选了，我就可以不用选了。郭文哲自称小弟，无人联想到甲郭台铭、王金平的郭郭王合作，敢真正有好啊？如果是郭柯配，你不要的，对，这是很确定的，还是说你还在考虑，可以有空间？他希望郭柯配，但是我说不用了，有没有什么副总统兼行政院长？我说不用，都不用。政治最理想还是理念的结合，或者说。 大家有共同的想法，所以我们不喜欢说政治变成分赃政治了。郭台铭开出来条件，郭文哲拢拒绝。若讲到三人关系，郭文哲是以好来形容郭台铭，伊是狮，王金平是狐狸。他开玩笑说：“你们一只狮子，一只老虎。”那王金平说：“都想老半天。”我对王金平的印象是这样，他是台湾现代史的侯志典，你知道？他几乎每一个细节他都知道，这实在是厉害，侯志典呢。 郭文哲的解说，互人有真侪联想。本来三人可能28公台，即嘛变成顺其自然，不一定会拄到非典型的政治人物郭文哲，拄到唔捌咧插选举的郭台铭，再加上公道伯王金平，敢有法度真正合作，会产生什么款的效应？外界拢真关心。